智慧，讲台语下百万。来，欢迎咱第一组的来宾家庭，咱的 King 家。欢迎。轻松松提奖金，今仔一定得第一。哦，认真认真。第一组的来宾家庭，咱的敏家。钓冠军摕金牌，100万奖金拢总来。对啦，100万奖金拢互你啦。是来，咱即马唱擂台，来谢你哦。哎，豆豆行哦。来，谢你。哎，小心小心。你过伊。来，嘿，啊，你过你家己。来，谢你。小心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来介绍阮这组的来宾队长啊。来。嘿，阮的秀卿啊来，阮的阿桃啊来啊啦。好久不见。是。嘿，我今仔日吼要来甲大家报喜一下，我双喜临门啦。哦，是啊你要讲啥呀？无啦，咱的好事是说啦，是咱的事业啦。是的，因为我吼双喜。双喜临门，然后呢，第一期呢，就是我出新专辑，阿哥166期，跟我七郎哥合唱，166期啊。阮兜上老的师弟系对。上老，对。你上少年，主持人无啊？我袂晓讲话吼，来阿哥，第二就是吼我10岁的出唱片啦，出第一专辑。到即嘛已经45年了，我出道45年哦。 10岁就出唱片，啊45年就是。所以今仔日35岁，30岁啦。啊，30不要紧啦，然后少年。这届这个首场第一场的这个演唱会吼，是伫咱的迄个大台南嘿会灯中心，就是伫咱的高铁的边啊吼，即马已经爱咱讲，日子吼是伫个8月8月23， 8月23会记哦，大家纪念的日子哦。感谢大家。嘿，来今日咱有带队友来啊！是的，这嘛是真厉害啦，166期啊！来介绍一个，我是七龙，南国之恋，这是我的新歌啊。加入好气啊！第一张也是个专辑唱片的对个咧，啊，希望咱的乡亲、咱的时代啊，给我支持栽培，嘿，让我的最后一50年还在好气。好，来介绍你去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吴俊宏，我今仔无出新的作品，但是我是陪大家来，要来摕奖金的。无唔对，伊的汤饭盖有名，饭汤小王子，拢会当啦。一定要去吃。饭汤小王子，第2间啊哦，嘿，第2间啊哦，好来刷入去咧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建豪，我发现我的好记的唱片，唱片公司，我是你的天，我的新专辑，大家多多支持哦。是啊，欢迎4位唱将来阮遮摕100万的奖金。是，刷入去咱嘛是爱看到咱的是谁啊嘛，吼，是不是咱的后辈嘛拢足厉害，歌后嘛拢伫一边哦。来介绍一下，欢迎咱这边的队长小美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小美，小美姐你好，熊狗你好，你好。我嘛是自细汉嘛看伊咧细汉的时阵。小姑娘你两个吼，哈安娜边关的吼，嘿啊，我细粒子的啊。是，所以今日我带我的姊妹来伴吼来参加这个节目。是。因比我更紧张。来，这个金钟甲介绍对，先讲先赢首先来介绍我这个好姊妹啊伴，伊叫做瑞塔。是啊，来，这位咧，这位嘛是我上重要的朋友，因为我若台语吼，譬如讲唱歌的时阵吼，若家己无清楚，我拢爱请教。唱歌嘛，嘿，伊个会晓写曲写词，就是咱的凤仪。这嘛最厉害。凤仪来过，我有厉害，伊真厉害，阮今仔拢爱靠伊啊。来这位呢，这我熟悉20档以上，大家若看到伊就知影讲苏敏来啊，安尼啦。照顾你。对，嘿，伊是我的经纪人，嘿，较早我讲我口讲唔对，我讲经纪人，讲唔是，这个名爱叫做经纪人。我的钱拢是咧管的，小琪。大家好，小琪，谢你甲阮照顾，小琪。20年呢，20年哦。好，来，今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，欢迎咱王秀荣，拍下欢迎王秀荣老师。秀荣，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高雄庆队高
演戏、熬唱歌，面对大家水家那胜利。老师就厉害。老师跟为人保啊呢。系啊，有影有神哦，要开心的时阵，对不？嘿，大家有相信哦，真正有影有100万，真正吼，真正有影要摕嘛是无简单，无简单哦。吼，咱来经过三关，三回合，咱今仔日头一回合就是咱的初赛，今日若赢，就会进入第2回合的复赛，啊，上尾啊就决赛，总冠军就摕到咱的100万。所以今日啦，咱的决心就是讲，甲初赛先甲摕落来就对啊啦。好，放轻松，咱即马进来去哦。来，第1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挖大饼，来西瓜挖大饼，来你新书大调查，是要调查啥货咧？啊，我举一个例，譬如讲吼，迄个无人机，大家拢知影嘛，吼，飞机咧翕的这个物件，伊新的物件，啊，这个新的词台语要安怎讲咧？哦，所以这回合，阮得找到调查公司去找300个人来调查，看这个物件若讲做台语的词，恁上爱拣的是倒一个？因讲的拢是正确的，但是倒一个是上侪人拣的咧？哦，所以大家来摇看卖哦。好，来我出题哦，来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渣男的台语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渣男来美秀这边的是薄形龙，啊，这听起来就是真嚣张啦，哎呦，真正要足薄情的哦，哎呦，就直接甲薄形龙就对啊啦，来薄去就对是啦，嘿啦。啊那阿雄我这边吼，我认为是菜花芳，袂歹听。哎，歌词都冇讲啊嘛，菜花芳菜了一丛搁一丛，哦，对不？歌词有讲哦，所以一定是足侪人拢知影。是，所以啊，我这边是薄形龙，我这边是菜花芳，多侪是上侪人讲的哦。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，是我的薄形，还是我的菜花芳呢？哦，来，你还袂试哦，恁两个嘿，松啊，七姐，松哦，来，听起来菜花芳真正有影，是因为歌词捌写过。对啊，较简单哦，清气的准红，咱讲者。你讲渣男吼，嘿，渣男，伊就是介爱，伊一个高过一个嘛，啊，敢爱采花的啊。伊芳嘛是安尼啊。对，啊，你讲薄形龙吼，薄形，薄形敢若较无接花啦。啊，你是一个薄形龙。系啊，你是一个采花芳，对，应该是采花芳较接近啦。对，好，来这边，来小品啊。哦，拢选我呢。我嘛是选菜花芳，因为即马是大部分的人会讲到，啊，薄形龙我感觉伊有小可爱有淡薄仔年纪的人会去讲到薄形，就是这个人吼。因为菜花芳是即个拢目一个嘛，是薄形龙是针对即个查甫人，伊是足凶的，足无情的，叫做薄形龙是可能是1对1的意思啦。啊，菜花芳就是大家拢买，啊，所以是阮拢拣菜花芳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咱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薄形龙。好，咱以这个数两个拢对，啊，毋过比例上，菜花芳是47%，薄形龙有53%。系啊，啊，毋过我要解说的是讲，咱这个薄形龙，菜花芳是一个高过一个，啊，毋过薄形伊就是薄情，无去带念你对伊就好诶，所以伊嘛是一个高过一个，啊，佮迄个形咱会当讲是侥幸，伊做足侪代志。不管是言语还是伊的行为，拢互你感觉足切心的，所以安尼足薄形的，足侥幸的，大家爱紧走。真正有影看起来薄形吼，甲咱的迄个菜花芳，听起来菜花芳就敢若较轻松啦。对啦，啊，薄形就敢若较了然啦，较侥幸，哦，较侥幸的啦，吼，是好，不要紧，第一题咱试看在水温尔啦，来，要继续啊，好来，好来，咱取消哦，需要一题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，请问即兴演出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来，美秀这边演现场的嘛，咱就是
演现场的，因为伊演出嘛，嘿，吼即兴演出，啊即兴就是咱无剧本，是啊，哦，都在现场都在演啊，啊像恁就是唱现场的，啊若有演，咱就讲演现场的。哦，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好做话戏，哎，为什么？伊就是 live 啊，活的嘛。系啊，因为你无剧本，你要安怎演出就是安尼，伊想要讲 A 就讲 A， 讲 B 就讲 B， 我甲你改来改去，你就来对伊行。我有听过朱大哥安尼讲过哦，朱大哥你讲啊，以前的人拢讲演话戏的，演不过咱即摆要看的是讲啥人定定讲，系这两个搭上侪人讲的啦吼。好，来，美秀这边是演现场的，阿雄是做话戏。好，来，咱请选择美秀阿雄演一遍。哦。哎呦，这边风险很贵啊，这边选你的哦，赶快做话戏的，爱我对啊，大部分人可能拢会选演现场的，演现场的，但是阮反向思考，颠倒做话戏，颠倒过来，无啦，因为是讲即兴演出，像讲演现场的可能有咱嘛有彩排过啊，伊毋是接话啊即兴演出啊，所以应该是做话戏啊。真的，无讲话你看。少年的想的跟咱无共呢，是来，咱的Rita。我感觉是演现场，就是现场表演咱的概念嘛，就 live show，live show 的感觉，是你不感觉演现场现场的上口语啊。好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老师健康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演现场的。哦，好来，分数甲加入去，终于得到1千咯。伊的趴数是安尼吼，做话戏敢若24.6%的人感觉适合，演现场的有75.4%，啊当然有可能就是这做话戏是为歌戏遐来，伊以前可能较唔捌字，啊毋过因就是会先讲故事，还是讲这人物要安怎分，角色要安怎分，迄款感情爱藏啥物吼。啊，当然咱甲讲做话戏是绝对正确的，表示老师学问足饱。啊，毋过咱即马语言会对时代咧变，所以即个演现场的可能。咱调查到的，因较会当接受即个物件。是，不过大家约人拢袂歹。对。吼，啊，若是要，咱就分，好风险甲分开就好。啊，搁后一题，啊，搁后一题哦，上尾啊，一个来哦，来，咱请出销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小碎步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小碎步，来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赤步行。你也看咱小碎步啊，吼，是不是拢安尼？安尼，啊，心者，啊，切，哇，像切啊面啊，切者。哎，有影呢。嘿，像捏骹，你捏者安尼，是，所以我是赤步行。是，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是鸟仔步。什么叫做鸟仔步？你想记下这里无？就是鸟喔咧行时呢，头处头尾，啊，逆节，哇，跟我差不多。鸟仔步哦，嘿，厝内人有饲鸟的人就知影。哦，伊较轻啦。嘿，较轻，啊，较呢，细细啊步啊，行足紧的。是，啊，不过即卖人嘛真奇怪哦，是我的赤步行，啊是我的鸟仔步，嘿，嘛唔知打一个，就是较侪人去选啦吼。来，咱两队，请选择哦。美秀，阿雄，演一遍。这是人的脚吗？吼。系啊，看到惊。好，来，俊宏，我感觉赤步行吼，迄个意思敢若较下讲吼，小碎步安尼咧行。啊，鸟仔步敢是较慢安尼，比较慢，较慢的感觉。哦。啊，但是我嘛是伫遐咧研究讲，因为咱鸟仔步吼，这种口音算讲较侪人，因为鸟仔较好讲。对。你讲赤步。有时啊较歹讲，但是以意思来讲，我是感觉伊较接近的呢。我感觉两个讲法拢对啦，但是因为即马这是大数据的问题嘛，即马咱希望大家拢会晓讲台语。我感觉赤步行，赤这个字对即马一般的少年人来讲，伤过轻吗？哦，拢无咧接触，伤过轻吗？对啊，鸟仔步大人知影讲鸟啊，你拢有饲鸟啊。鸟仔唔管伊是有生气啊，无生气，伊的脚步本来就是安尼，较细、较轻啊，较轻，所以我感觉较通俗的讲法应该就是鸟仔步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鸟仔步。好，比例是鸟仔步71.4%，
赤步行是28.6%。啊，咱知影一般来讲，迄个鸟仔步咱有一个 catwalk， 哈，英语是 catwalk， 所以凯沃迄个。model 哈，因这中心就是安尼，啊，过来就是册，迄字本身有影较歹写，咱较现代话人就较袂去用。啊，毋过册阁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因为伊是顶啊下啊安尼，啊，咱若要行是有向前的感觉，所以若我家己要选，我嘛是会选鸟步行。嘿，多谢，谢谢老师。来，看两队的分数咯。来看阮的King家。King家即摆分数是1千。哎，袂歹，看基础就好。好，啊来咱敏家咧。袂歹，即摆有3000哦。了解，搁有第二回合加油加油！好，加油，继续甲挺起你哦。好，进来第二回合 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是，今日要看过去啊。规矩先甲大家讲一下。啊是，我感觉一滑头就看到过去。45年不是？你讲出无礼貌。对啊。我道歉，我道歉。袂当。今仔日看敢18岁，姐姐。对啊，啊伊今仔看咱15岁。是啊，我较低3岁呢。上无资格讲的就是你。真正的。因为这拢是先拜呢，30几档，40几档，真正。今日咱时光机吼，咱来先甲规则讲一下啦。咱这回合吼，拢总有4题，4题，哦，啊一题3000，你若拢摇到就是12000块，加油！啊，不过咱今日看嘛是过去是咱的历史内底相片，无就是地理的。过去啊对，啊，互咱看一下，啊，咱来摇内面到底有啥，重点拢伫内底哦。看清楚哦，咱看清楚哦。好，来，阮有互你提示，来，咱提示一个。啊，即马头一个提示吼，是甲恁讲，伊是日本时代重要的港口。好，来，今日咱要去倒位咧？来，咱请看。哎，大港口呢，大船呢？哇！哦，叉。大船哦，以前要看到大船无简单哦。嘿，伊嘛是军事的重地，你敢知伊是虾米港呢？这是日本时代贸易甲军事重地，请问是虾米港呢？好，来，今日咱要去倒位咧？来，咱请看。哦。哎，大港口呢，大船呢？哇！哦，叉。大船哦，以前要看到大船无简单哦。嘿，厝阁足多。哎，有想倒位无？有想到倒位无？哦，头家一定要有一个记忆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这是日本时代台湾对外口来贸易的时阵？真重要所在，伊嘛是军事的重地，你敢知伊是虾米港呢？来，请出答。最顶悬的，最顶悬的。中顶悬的哦。最顶悬哦，哎。来，军的哦。秀琴姐啊，你。家人港。哦。家人港对不对？唱歌唱足好听。来，分数啊，高，容易得到3000咯。哦，六起。这是咱上北边的港。啊，看伊拄只迄有足大只的火船，吼，就是拢庆恩安尼，所以拄开始是做迄个就是贸易，吼，啊做商业的，啊搁做军港，因为遐毕竟要保护台湾较紧，啊较紧出去安尼。啊，毋过咱即马要互大家知影的是，伊即摆有一个新的外港，因为遐伤矮啊。系啊，内底伤矮。所以家人港的外港就好耍的哦，恁敢知影倒位？倒位？台北港。台北港，捌你迄个台北港，捌你迄个港是咱着亚洲介大的港，啊，毋过伊竟然是家人港的外港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即马差1000尔哦，拼起来哦，后3个哦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先提示。是刷出来吼，要甲恁讲的是相片内底是1960年代的迄个做事人的生活。哦，做事人的生活哦，做事人就是正常的啦，嘿，来，咱真足看一下哦，吼，今日要去倒位咧，咱请看。伊是相片哦，啊变做影片。哦。
你根本拖到厝哇，这古早呢。哦，人咧行，人咧行。滴倒。哎，上会开啦。哦，中央有人啊。有参花。哦，够有影呢。对。哎，这种算咱台湾嘛是真侪这种的吼。对啊。好，来，上回咱请出第一。是，请问，这1960年代南洋兵员啊，伊迄阵吼，合作什么兵员呢？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来。哦，启龙老师。啊，就嘉南嘛，嘉南兵员。嘉南兵员对唔对？拍摄。哦。嘿，不要紧，来，老师有机会啊。哇。对。宜兰。遐一个原住民的名。嘿。原住民哦。嘿。啊，伊即嘛有一只客运就要号迄个名。嘿。有一只客运哦。破油马吗？不，迄是火车。哦，我即摆讲客运。迄只客运。嘿，三个字。哎呦，因拢无咧坐车的款。嘉玲笋。哦，赞哦！这句话绝对加预告这音真正有影有成哦，系啊，袂歹哦，加是对啦，嘿，加，反正我唔知影啦，哦，嘉玲笋兵员，来，赞，袂歹，以后改嘉玲笋，来，老师嘉玲笋对唔对？我听到两位嘉玲笋，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南洋兵员吼，啊，咱即摆因为以后一个迄个原住民族是干嘛咱？若讲酒我就知啦。哦，安尼后回我讲酒。好，啊，因为伊遐就是伫伊安尼长的嘛，吼，是即个南洋溪出去一个迄个伊就是一寡水土啊，伫遐安尼摊开安尼吼，所以迄个所在因种水产足济。啊，咱即北岛内底，东西是拢无电报条，全面就是拢种水产，嘿，啊，所以迄风景足水的。啊，伊就是乌石港伫迄个北边，啊，苏澳伫南边遮，所以会当发展足济观光的物件。来，咱即摆分数愈来愈会近啊，嘛是讲我之前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提示一下哦。好，来，甲两位报告，刷落来这个相片变的影片哦，伊是古早以前真重要的一条桥。哦，重要一条桥哦，唔是桥啊，是桥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要去倒咧，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，这应该知哦。哎呦，嘿。够芳醇嘞！哎呦，这愈来愈近咱即嘛吼。哦，这是哦，哇，真古早呢。哇，这应该大家拢有印象啦吼。是啦，是真重要一条桥哦。是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，等你知影，今日请抢答无？手会使看起你哦吼。好，手看好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这是吼为台北甲沙林堡中央甲接起来一条上重要的桥，你敢知伊叫做什么桥呢？来，还未请手答来，记住，卖，小等者哦。来哦，听我讲请手答无？是什么桥呢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顺龙，我先吼，嘿，你先。我看迄桥，其实我。看无啥出来是倒一个桥，但是你也讲台北甲三点台北甲三点埔接起来上重要的桥，哎，那应该是中孝桥啊。哦，中孝桥，哎呦，对台北有熟悉哦。对，应该是中孝桥。中孝桥，因为即摆以前拢无共啊。对啊，即摆是阿摩托空的啦。对，所以你的答案是中孝桥。来，老师，中孝桥对唔对？唔是。哎呀。就是差一点嘛，是不是？华丽啊！台北桥。后来老师台北桥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加在无闹贵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了3000咯！咱第一个看伊迄桥面就知影足快，所以伊是
就是欢看这个淡水河上快的所在。啊，虽然咱即马有搁较过有迄个干道桥，啊，毋过较古早伊就是这条台北桥，而且伊的名一听就知影是要接台北的，吼，所以叫做台北桥。啊，搁来就是咱遮足有名的，就是迄个机车水墙。 去北岛有订即个世界认证，即个国家杂志，才会形成这款水墙。就是讲安尼嘛看会出咱台湾人足守规矩的，啊袂讲伫遐一直歹呀是安怎啊无去顾到遮受伤的人，还是讲无去配合警察，所以迄个道足有名。 嘿，多谢台北桥，不要紧，来即马分数嘛是共款，佫又开啊哦，冰盘冰盘，来变一个哦，有上尾啊一位，来咱今日换人，来斟酌哦，加油哦！先听提示，来提示，是刷落来要带恁看的是1960年代文化活动。哦，活动文化活动哦，好，来咱今日要去倒位咧，来咱请看。 哦，哎呦，哦，这神叫，哎呦哦，哎，发炉发炉，哇，这是，哦，这个长啊，真清楚呢。哎呦哎呦，哦，这是看了拜拜。哦，行咧顶悬呢，哎呦，哦，咱台湾人上虔诚的拜拜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 请问，这是1960年代咱宜兰的一种走红的文化活动。你敢知影？伊吼是做什么款的仪式，会使互伊气邪解厄的？哦，气邪解厄咯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建和，迄个动作有些发生，即马这个够传落来哦，够传落来哦。咱光桥，然后光桥要经过一个火，嘿，安顶悬的盐，迄盐安尼。哎呦哎呦，你有咧庙会内底行大吼？嘿，迄叫伊的名吼。你解释得足清楚的，啊，你若讲唔对，我感觉伊已经知影答案。伊迄个动作哦，加油！加油！过火吗？又看麦。过火。哦。来，老师，过火对唔对？健康。袂歹袂歹。来，分数。终于有得到3000咯！赢过哦，来。好，这个活动，迄个影片是宜兰一个人翁。 啊，麦当讲走红的活动，啊，伊拄开始是伫个因就是讲元宵的时，啊，就是因讲迄神桥去人真正新娶某的，吼，迄款家户内底，啊，去讲就是安尼过，互一个冲喜一个，啊，毋过有一档就变做。 迄个庄仔头内底，伫个五吉乡，迄个嘉丽干遐，嘿对，嘉丽干伊遐，因就是变做有迄个吊祭，吼，就是有瘟疫，所以就派就是妈祖，就是出去巡，啊，就是同款拢需要这款火，吼，啊，毋过后来因演变做就是搭庄头。 去跟家己的新名，啊，落去比赛，啊，爱走120公尺。哇，这样哦！我要讲的就是讲，咱这火啦，还是讲120公尺，这66大顺，拢是藏伫个文化内底。因为咱迄个火就是所有生命的开始，所以这就是过火，就是互你有一个新鲜的感觉。啊，66大顺就是希望讲你会当顺安尼，所以这文化内底拢藏足济，对咱人民迄款。 祈祷甲疼心。好，来，即马上重要来看咱的分数。嘿，先看咱亲家。亲家即马有7000。哎呦，冰盘。嘿，啊，来咱品家咧。哦，即马嘛有6000哦。来，去咱的刺激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有用。欺负我，你就有分量啊！我知。不是你太弱了，你看体力都不如我了，什么赢嘛？
咱即马要比脑力啦。对，无要比体啦，对。比体格啦。嘿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问号代表的就是奖金啦，上济15000，15000，上少1000爱好好算哦吼。对，啊那国姓爷这种这个提示来，上个咱念者。国姓爷，西长歌校电影假日校长芳疗。啊，咱这有2个规则，咱拢通啊讨论，但是袂当讲答案，只有咱的队长通啊讲答案。不过有一条命会当互恁救命，恁若袂晓就通啊救命你的队友啊哦。好，啊好，佮另外一个是讲，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咱通啊先来选。哦，好条就15000就互你选去啊哦。你等赢哦。好，来，即马咱面的通啊来先选哦。来，要选倒一个。电影好不？哇，好，电影袂歹哦。电影看一下电影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电影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电影2000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咧台湾的电影市场，目前票房上悬的是倒一出的？票房上好的哦，将阵真行，一定看过，恁一定看过。袂当讲几个字吗？哦，袂当哦，袂当。电影。来，啊，差不多。来，嘿，来，甲你有关系无？跟我有关系无？唔是，甲庆的聊聊啊有关系啦。哎呦，想袂到这嘛是票房。哦，不是。安尼我要去救人。哦，你要救人。我救人哦。饮水一定来救人哦。我要救人。好，来，救人来救人哦。海角7号。哦，台语，咱台语。海角7号。哦，拢无人拼过海角7号吗？哦，真正哦。来，我感觉应该就是海角7号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海角7号对唔对？你跟我有关系嘛？来，首先，终于得到高清咯。这部片迄当阵吼，就是魏德胜导演呐，伊其实伊的目标是要拍迄个赛德克巴莱，啊，伊要去挣钱的时，伊就想讲啊，咱计拍一部片，伊想袂到这部片颠倒，互伊的票房就厉害安尼吼，啊男主角嘛有答应讲，若票房超过偌济，伊就要去腾光光安尼跳海安尼，拢有吼，所以这部片。真赞！我是看甲目屎流目屎的，啊，毋过嘛是笑，嘿。来，咱去继续哦。来，加算。好，来，要选倒一个。什么叫做芳疗是啥？芳疗。对啊，咱拢做个煮啊，应该咱芳疗啦哈。顺风街就免惊。来，好来，疗。咱来看一下芳疗奖金有偌济？100多。哦，1000嘛，袂歹啦。嘿，拍去嘛，对不？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五香粉是台湾的香料，内底有花椒啊、肉桂、八角、花香，啊，你敢知影？佫一味是丁香还是当归咧？这你的2选1了呢？系啊，2选1哦。伊迄申论题呢？丁香，丁香，你有看吗？伊拄啊，我安尼甲我看，丁香。足卡的，足卡的。五香粉内底有花椒啊、肉桂、八角、花香，各一味是啥物咧？请问五香粉是台湾的香料，内底有花椒啊、肉桂、八角。花香，啊，你敢知影？佫一味是丁香还是当归咧？你有10秒的时间，佫欠一味啦。什么意思？是倒一味，佫是当归？嘿，是五香内底会蓝的。会蓝的。是蓝丁香还是当归？来，哦，真简单哦，这你的2选1了呢？系啊，2选1哦。伊迄申论题呢？系啊，这你2个拣一个就对。我来，丁香，丁香。丁香，好，你有看吗？你有确定你有看吗？你有看吗？对啊，丁香啊，有看，你有看吗？有看，一定有看的。对。我是算我，伊拄啊，我安尼甲我看，丁香。足看的，足看的。哈，我是感觉也袂精神。来，丁香我要讲啊哦。好，来，丁香对不对？
得到7000咯。真正有咧煮食，因为当归是凉补的物件，吼啊，所以较芳料这爱念做丁香，歹势。丁香哦，丁香，歹势，我唔对，我唔对。无，要甲恁解说，因为这个香这字吼，就是譬如讲香港的香，香香香。吼，啊，毋过即马咱芳教育部伊定字是定摊多芳料迄个芳，哦，所以这几个字可能爱注意一下。啊，咱这个念做五香，嘿，啊五香其实咱有当时咧白肉粽的是，也是炒猪肉拢会甲放落嘛，吼。啊，这个五香内底当然是有5种芳料，第一个是花椒啊，肉桂，佮有八角。佮有花香，啊，佮来是花香哦，啊，佮即个爱念丁香，嘿，所以就是讲伊个名无共款，有无共款的讲法。好，啊，这是咱五香台湾在地味的。面嚟来，我哩，万五未出。要拣倒一个瓜香好啊，瓜香啊，哎呦，好，安尼我来拣瓜香。好，咱来看一下瓜香的奖金有偌济。1000，袂歹，到你其实讲我还用足少诶。啊，我叫我听，来对一位啊。嘿，来，咱请出题。简单。请问有无啊瓜香名号的歌星是啥物人呢？是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这你上高摸，哦，我生气哈。来，感谢您，谢谢，来，谢谢。所以如果不真的唔知影，就爱拍卡层啊，拍卡层啊，真正。黄灰灰，黄灰灰对唔对？咱咪是叶爱玲，是张秀卿。来，我要讲的就是伊除了这个帽啊、歌戏，恁拄则拢表演甲足好啊。伊阁有叫做罗岗天赛。哦，嘿，因为我像我高雄人，高雄规个加工区入去，内底拢咧放伊的歌。嘿，我细汉嘛是听伊的歌大汉的，所以大家对伊的怀念，咱留予台湾的精神，会当讲是规个下港拢是伊的迄个吼天下安尼。啊，点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。好，来，不要紧哦，1500搁你来底哦，来争取啊！好，我要来选一个上困难的，一定是1500。西，好来咧，咱看者西的奖金偌济？哦，西1万呐！好，来西1万瑞奇就他去啊，足有地位哦，足有地位。好，来，咱即摆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县市无大西县市、大西县市拢无，啊，毋过倒一个县市煞有大西乡咧？大西乡哦，哦，这足简单的啦。大西乡。大西乡，来救人无？来救命！1万应该发救人啊吧？哎呀，来救这啊！来哦，救人哦！你唔知哦？大西我知啊，但是啊有大西啊，大西应该是中华婚林，到底是中华婚林？因为我跟你讲，大西就是婚林嘛，婚林，婚林嘛，婚林，大西，婚林对唔对？咱较有名就是伊伫好尾溪遐，啊伊另外一边就是迄个麦寮。吼麦寮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就是麦寮，大家想到迄个大宋嘛，啊，就是伫咧婚林迄个海边啊，迄搭遐，安尼。真高，赞！你嘛食拼起来哦。哦，差就这样。怕了，姐姐我怕了。啊，有惊了。我立刻地上有答案，我等一下也要看地上。来，我要来算多节。国姓也是上困难的。我嘛，所以嘿啊，我感觉国姓也是上困难。拢可以啊，拢可以。好来，你要看题定也看到相信姐姐讲的话。好来，国姓爷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国姓爷的奖金有偌济？12000啦，嘿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我为什么要计较？请问国姓爷地神公影响台湾真深，你敢知影什么动物伊就号做国姓蛇咧？什么动物？什么动物？当然不是蛇。什么动物？不是蛇，国姓蛇。动物咯。哎呦。哦。动物咯。动物。国姓蛇。什么动物？蜥蜴。哎呦。哦，你知影？你唔知影？还是你？
菇哦，菇，我即摆咧要差不多新明有可能会起啊物件。哦，哎，巧呢。菇，菇，因为袂当讲蛇嘛有啊。五，伊嘛对来话。菇啦，菇啊，好来，菇对唔对？可以。哎呀，万年了，这困难。一般咱台湾足侪人拢甲足侪物件拢牵拖互即个郑成功，吼，包括咱的剑潭的地名来，就是伊去插剑，燕哥石嘛是甲伊有关系安尼。啊，这动物啊，像鱼啊、塞目鱼嘛，讲甲伊有关系，叫做国姓鱼。啊，佮有迄蛤蟆，佮国姓鹅。吼，啊，咱这个国姓蛇，就是迄个豆丁，豆丁嘛叫做四卡蛇，因为伊哪像蛇，溜哪像溜，啊，毋过有四支骹，嘿，啊，过来就是华语，咱就是蜥蜴安尼。好，不要紧，万里尔，对啦，是不是？咱阁有一个机会哦，加油哦！来，即马上好，你就选到15000。来，好来，等，来，确定吼。等的奖金有偌济？15000，15000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米搭会当食到的生肠，伊是伫的什么部位咧？嘿，你嘛袂使画救人，你画过啊？你画过啊？等下我去看涂骹。好来，会扑你啊，扑你。伫的什么部？时间到，请起。来，来，伊的小肠。小肠。小肠。有定定咧米搭食哦。大肠是咧灌烟钱，不灌迄个做米的嘛。做米迄。生肠伊是咧创啥的啊？现在咧是底啊的所在。迄个伊的子宫哦，子宫哦。哦。胎盘哦。胎盘哦。胎盘嘛袂歹吼。你讲咧食油呢，甲胎盘是啊。胎盘。胎盘呐。好啦，我紧拿就要咩？来哦。好啦，胎盘对唔对？应该是小。咱讲的这个生肠，当然是要生猪仔囝的所在，咱人嘛是有生肠啦吼，所以迄就是咱一般人华语讲的是输卵管，也是迄个甲子宫连接做伙迄个所在。啊，因为伊食到册册。所以有人嘛是讲伊叫册肠安尼，啊，过来拄则有讲到胎盘对无？因为迄个胎盘这是伫个内底的物件，啊，这是新的词。毋过咱古早讲即个胎盘的部分是讲胃，嘿，就是内底迄个胃，那像囡仔穿一领太空衫安尼共款吼，胃。所以咱的正确的答案就是即个子宫，嘿，子宫输卵管。好，老师谢谢。来，不要紧，叫输赢真正来啊！来，那就是咱即马16000，甲咱的24000，来拼一下无？校长教你，校长，好，来看者，校长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5000嘛袂歹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俗语伫咧讲校长兼讲真是台南真正的故事，你敢知影这个校长是英国人还是日本人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校长兼讲真哦，是日本的。是。3、2，起来。好，你家己。我感觉是日本人。日本人是。嘿，因为我感觉阿德啊吼。阿东啊，系啊，英国人阿东啊嘛，边啊较东嘛，阿东啊较早，阿东啊本来个性就是你几点下班就下班，你要叫伊校长兼讲真，要做这啊，要做迄，我感觉因无遐尼啊骨力。哦哟，啊，日本人本来就是职人精神，就是迄种系负责任的，所以因定定过劳而死嘛。啊对，日本人对唔对？哎呀，这个来源是咱台南有一间长荣中学中央中学啊，因为咱台南咱知影伊是1户2到3万甲，所以咱迄个
这款基督教传来台湾第一个所在，一定是台南这个所在，所以长老教会为遐开始嘛，吼，按办这个学校。啊，然后1912年有一个传教士，伊叫做万延华，就是 Edward Band， 伊来到台南。啊，1914年，因就派伊做校长，派去一个中学做校长吼。啊，毋过迄当阵资源较欠缺。所以办行政，啊，若要下课啊，就搁走去考迄个公证啊、考证啊安尼，好啊，所以人就是即个俗语，就是真正为伊即个英国校长出来，啊，就是校长兼公证，就是做2项代志安尼。来上尾啊，上尾一题啊，吼，来即马万六甲咱的24000，陈随意讲的啊，嘿，我较教你呢，我休困的是那教你呢，教你。假日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3000，袂歹，下去嘛是够是分数啊。对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2025年公布新增加的国定假日，伊内底是加着光复节还是中元节的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国定假日哦，嘿，现在伊都有2选1啊。这我都唔知了。用的。来，是光复还是中元？光复节，光复对唔对？嘿，有地位，来，加3000落去，恭喜哦，袂歹。好，这是今年新的吼，2025年新增加5个国定假日咯吼。第一个是劳动节，5月7日，再来是29暝头前的这个前一天小年夜，嘿啊，然后是教师节是9月28，啊，再来10月是光复节。然后12月是献纪念日，就是咱讲的圣诞节。哦。哎，啊，毋过是庆祝咱献法安尼。好，多谢。谢谢老师。来，咱今麦今日看分数，看阮的请假今麦27000。哎，变盘啦。好，来，咱的米价咧。毛16000哦。好，咱今麦今日咧10秒3000斤。嘿，来10秒6000斤。看图要俗语。是来，咱即马就是有一个图，互咱要迄是啥物俗语？啊，我甲你讲几个字，几个字哦，吼！啊，咱这是奖金即马偌济？即马27000块啦。27000块，啊，就是27秒。是无错。27秒安尼敢有够？无够。咱讲甲添30秒，变57秒，好无？57秒，有3题鸟。3题。一直讲哦。5哩。来，我5个字哦。嘿，来这啥物？嘿，5个字。哦，5个字。来，低高股。唔是5个字。5个字。是你头拄讲的迄种的，头一种的。啊，头前我是讲啥？要。27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咧？ 27秒安尼敢有够？无够。咱讲甲添30秒，变57秒，好无？57秒，有3题鸟。 3题。一直讲哦，讲叫上对停，咱秒数停到遐，咱就今日甲奖金摕偌济转去哦。是。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几这个图5个字。5个字。来，讲。歹球出好顺，进卡。 来拍碟，有后标碟，啊好顺伫头前。对。是，就是意思讲，咱人就是安那，嘿，袂当讲看无家己，咱一定，咱囡仔生啊，一代愈来愈好，嘿，愈来愈好的意思啦，吼。好，来，即马秒数，哦，够50秒呢，哎，真厉害，紧哦。好，来，第2题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，5个字。 来，我5个字哦。嘿，来这啥物？嘿，5个字。哦，5个字。来，佮讲啊。无可能也无几怪啦。嘿，来，哇，一边什么形？一边什么形？低高股。唔是5个字。5个字。啊，伊嘛唔是低高股，是你头拄讲的迄种的，头一种的。啊，头前我是讲啥？妖。哎，无几怪。有一个是鬼。这边是啥物？妖鬼跟啥鱼？唔是。 这边是鬼，另外一边是啥物？哦，来啥物？来顺风王鬼。哦，这个。
啊，一定要有地理你来提就对啦。对。不过这较浪费啦，内神通偌贵啦。嘿啦，内底是神，外口是贵。啊，你看有一条电线有，因两个牵做伙。有哦。来，咱今嘛继续看咱的秒数，啥啦？哦，啊，还有16秒万6块哦，加油加油哦！加油哦！搁一个万6哦。好，来上尾一个哦，来，请出题。请看，有7个字，7个字。嘿嘿。边仔有真侪人，哦，这个中这个人是安有一个心。嘿嘿，啊，伊内底滴一个小鬼仔卡。哎呀，小鬼仔卡。啊，伊这无同款有哦，有哦。啊，那一个心。嘿，心花。无上尾也是心，上尾时间到，记得。来，看到这无同款。嘿。到什么红七宝鱼？叫什么红宝鱼？7字是300岁。哦，来，这就是。低龄不低心啊！哇，知影人边仔毋是拢有人，啊个第一个面的，对，啊唔知伊的心嘛。哇，一直比伊的心哇，嘿啊！是。好，来，咱即摆看一个秒数。啊，咱即摆存一粒爱心，互恁炸转去啦。爱心嘛，真是，不过恭喜伊啊！系啊，因为服侍啊咧。对，进入服侍啊！哦，这是一粒爱心，不过咱嘛爱给你去颁奖。哦，来，颁奖，咱金牌啦！袂歹，无奖金安尼嘛是好啦。袂歹啊！嘿，咱来遮就是咱来学习啦，而且咱搁通啊宣传咱的物件。你几月？8月20几？嘿，8月23。伫台南的吼会展中心哦。是。好，啊那咱这边不要紧，咱讲报名来参加就好啦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咱王秀荣王老师辛苦了。谢谢大家。大家有智慧。到顶讲台语，互你大家拢欢喜。再会。谢谢，感谢，下回再来，谢谢，一拜比一拜更好胜哈。谢谢，感谢阿季，谢谢金龙老师，谢谢俊宏，本分兄。